小朋友，歡迎嚟到樂高成語主題樂園。我係導遊阿樂。今日唔坐普通過山車，我哋坐成語過山車。攞實金色門票，準備笑住挑戰3個成語啦。第一站，表情過山車。如果你收到滿分成績表，開心到成個人彈起，好似鞋底裝咗彈弓，呢種樣就叫興高采烈，意思係非常高興，非常興奮。輪到你揀啦，比賽攞到冠軍應該係 A 垂頭喪氣，定係 B 興高采烈？3、2、1，答案係 B 興高采烈。叮叮叮，你個成語腦袋升級啦。第二站，兔仔碰碰車。農夫坐喺樹邊，乜都唔做，只係等下一隻兔仔撞過嚟。佢坐得太耐，連蜘蛛都想同佢做朋友啦。呢個叫守株待兔，比喻唔主動努力，只係等好運。如果想考試有好成績，應該努力溫習，定係坐喺度等答案自己行入個腦呢？梗係努力溫習啦。答案係唔識行路㗎。第三站，青蛙觀景井。井底隻青蛙只見到井口咁大嘅天空，就以為世界只有咁大。喂，快啲跳出嚟啦！出面個世界大好多，仲有免費無線網絡添。井底之蛙，比喻見識淺薄嘅人。終極挑戰，邊個成語係形容非常高興？ A 守株待兔， B 井底之蛙， C 興高采烈。諗3秒，3、2、1，答案係 C 興高采烈。如果你答中，恭喜你升級做成語小高手，恭喜你完成今日嘅成語任務。如果想阿樂帶你玩更多成語，記得讚好、訂閱頻道同埋冚鐘仔，仲可以喺留言區用興高采烈做一句句子。下次樂園見，拜拜。